各位朋友，歡迎再次返嚟智陷天下呢個環節。前3集同你哋拆解咗金價、油價同埋應對特朗普 tackle 嘅策略。今集想同大家分享上班一族好貼身嘅題目，但係偏偏好多人都唔會去着手處理。呢個就係我哋每個月出糧嘅僱員5%，再加僱主5%供款嘅強積金，亦即係 MPF 啦。今個星期去馬來西亞公幹之前，同2個親戚食飯。呢2個親戚都係中級公務員，一個30歲做咗差唔多10年，一個40中做咗20年。喺個親戚飯局裏面聽佢哋講 MPF 嘅供款，真係令我好羨慕。原來政府依家幫佢哋每個月分別供緊15%同20%嘅強積金，相比一般打工仔嘅5%，真係供多好多。佢哋2個講開 MPF， 我就梗係聽下佢哋個強積金表現做成點啦。入職10年嗰個就話自己強積金儲咗大概130萬，另外入職20年嗰個就有180萬。佢哋個薪酬差唔多，聽聽條數就好似有啲問題啦。點解入職咗20年位，親戚唔係應該多1倍260萬咩？做多人哋1倍時間，但係強積金嘅表現都只係多咗30%，而唔係1倍？點解會咁？作為金融界別嘅我，都想知佢哋選擇咗乜嘢金融產品？點解佢哋2個差唔多薪酬之下，個 portfolio 表現會差咁遠呢？後來終於俾我發現到個差別原因啦。原來個差別在於呢10年 MPF 嘅基金分配選擇，原來入職20年位親戚長期一半放係港股，一半放係穩健增長。另外入職10年位親戚就進取好多，100%於放晒喺美股。仲要有一部分揀高增值板塊。咁睇翻近呢10年，較遲入職公務員嘅親戚其實揀美股絕對冇錯，因為過往10年美國 SP 已經升咗2.4倍，NASDAQ 仲誇張，升咗差唔多5倍。相反，港股呢10年基本上原地踏步，冇乜點喐過。唔怪得知大家差唔多人工，結果選擇不同風險類型嘅強積金，表現可以差咁遠啦。其實強積金呢個題目真係好貼身，但又真係好多人唔想去理，因為要等到65歲先拎，有排㗎，自然忽略咗呢個可能係一世人最大筆嘅現金。間唔中做 live 嘅節目，都會有人問我基金嘅選擇，但相比起問個別股票嘅人數，真係少之又少。好啦，今集就嚟同大家拆解一下大家最貼身但係又漠不關心嘅基金選擇問題啦。其實選擇強積金同個人性格好有關係。做咗20年位親戚，佢個心態係好傳統嘅公務員，一直覺得要穩健至上，一啲唔熟嘅地方就唔好去投資，而且美股波幅又高，做新不如做熟，起碼知道港股啲股票實質係做咩生意啊。另外，後生位親戚性格外向、好動，經常手機不離手，地球最潮最 in 嘅事情佢都知道，所以投資美國股票對佢嚟講係駕輕就熟，美股資料絕對難唔到佢。睇到呢2位親戚嘅強積金唔同選擇取向，其實又唔太出奇。佢哋嘅年紀相差10幾年，一個仲有差唔多10年就退休，梗係要保守穩陣啲啦。至於後生位親戚，仲有20幾年做，梗係以進取嘅態度去選擇強積金啦。所以我都明白佢哋2種諗法，一個係要創新求變，一個就要保守穩陣。但係如果就咁睇票面，投資美股大型指數基金呢，10年真係贏晒。咁點解我哋仲要投資係香港基金？點解仲要將強積金放喺香港市場呢？依家攞地就用以下呢2個維度去比較一下大型美股基金同港股基金嘅分別。大家睇到美股3大指數近10年嘅回報都係遠超港股。其實回想翻2000年，亦即係強積金成立嘅1年，美國道瓊斯同恒生指數大家都係11000點。但2000年之後，美國嘅基金長期回報就明顯高過香港。複式計算之下，6年後嘅今日，港股仲收緊係26000點，但係道指已經衝咗上去49000點以上，指數上已經贏咗港股差唔多1倍啦。無可否認，美股指數係近20多年間係完全 outperform 恒生指數。美股基金同中港股票基金喺2023年度嘅表現差距更一度拉闊到接近39個百分點，係有紀錄以嚟最大差距。當年美國股票基金12個月平均升 24.22%， 相反中港股票基金平均跌 15.55%， 恒指不但跑輸俾美股，差唔多跑輸俾全世界嘅指數。難怪係2023年啲人話香港股票市場係國際金融中心為止。慶幸喺2023年之後，恒指開始發力
跑翻上嚟，成為全世界做得最好嘅市場之一。強積金嘅表現都好睇翻好多。雖然港股近呢2年嘅股票基金有反彈，但相對美股基金連續多年都有高雙位數嘅增值。挨長10年睇，港股仍然大幅落後呀。我哋可以睇下追蹤標普500嘅 VOO， 追蹤全美股市嘅 VTI。如果睇翻過去10至20年數據，你會見到呢啲大盤 ETF 平均每年總回報大約係高單位數，有啲表現好嘅時間係8至10%，有啲差嘅年份就5至7%。但挨長嚟計，過往10年要輸錢其實唔容易。中間當然有金融海嘯、疫情、加息週期，但每次大跌之後，過多幾年通常都會創新高。換句話講，如果你每個月定期供款 VOO 呢隻美國大型基金，10年後回頭睇，有正回報嘅概率相當高。相反，香港都有為人所熟悉追蹤香港藍籌股嘅2800，仲有國企指數200，但係過去10年都冇乜點喐過。港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冇錯，港股有時都會有一段好大嘅升幅，就好似2007年、2017年同2025年外升30%至60%，好靚嘅升浪係咪？但之後就碌翻落去，要等好耐先再創新高。換句說話講，即係港股喺創新高之後，大部分時段都係翻唔到家鄉。近年再加上中概監管、內房爆煲、地緣政治、資金不移等等嘅國策因素，真係令到好多股民放棄港股去炒美股呀。所以如果你咁好彩，喺2007年或者2017年，又或者啱啱過去嘅2025年，港股起飛前轉攻咗港股 ETF， 成績表現都唔錯。你可以睇翻匯豐近5年嘅強積金表現圖，明顯睇到呢5年裏面美股 ETF 都係處於高增長，絕大部分時間都係跑贏香港股票基金，點計都係美股 ETF 贏。坦白講，純粹講長期升值機率，美股大盤 ETF 係優勝過港股大盤 ETF， 咁係咪即係話港股唔使玩港股？咁依家係咪要將港股強積金轉晒去供美國 ETF 啊？又唔係，港股而家最大嘅賣點係低估值，好多優質嘅藍籌股被人用垃圾級別去對待，相比美國股票嘅 PE ratio 平均去到25，其實香港股票市場都只係17左右，真係好低。如果中國政策同經濟見底翻身，呢啲估值會有一段 re-rating 升幅，到時都可以好似07年、17年、25年咁，突然間你見到有一段時間成交量大增，多隻藍籌同時破頂，咁就好有機會嚟緊一段好誇張嘅升幅。但係個機會幾時先到？一字記之曰等。作為香港人，我總相信港股有機會再創2018年收市新高，31000點呢個歷史高位。講下，講港股都感覺有啲唏噓，差不多等咗10年都未破新高。雖然港股喺指數方面係大落後，但係有一點港股真係好嘅，就係收息方面啦。港股 ETF 息率真係好高，好似3110、恒生高股息率、3190同3145都係一堆追蹤港深高息指數嘅產品。呢啲 ETF 好多股息率都有5至8厘息，對一啲追求穩健加上逐年派高息嘅香港人嚟講，真係好吸引。上年未開 live 有一集講過有關嘅滬深港高息 ETF 3190嘅運作解構，同月有息收嘅華夏亞洲高息股 ETF 3145，有興趣嘅人士可以 click 下面嘅連結睇翻呢2集嘅內容。再加埋港股入面有好多公用、地產、電信、金融股，派息都好慷慨。其實我有好多客戶，佢哋每喺市場高位就將手頭部分升得急嘅股票轉入防守性高嘅高息 ETF 度。呢種策略同時做到穩健同進取，一來可以避開高處不勝寒嘅感覺，二來又可以鎖定利潤，將啲現金滾存喺高息 ETF 去錢錢，定期收6-7厘息都幾和味。相反，睇翻美股大盤 ETF， 佢哋啲派息就絕對冇香港咁慷慨啦。美股高息 ETF 例如 SCHD、VYM， 佢哋嘅息率一般只有1-2厘息，所謂高股息通常都只係大約3厘息，呢個明顯遠比香港股票息率低好多。所以我係節目經常都講收息股，因為收息股喺跌市嘅時候不但抗跌力強，更加可以收到息，絕對係逆市奇葩。但係有一點要提醒大家，
高處不勝寒，只係短暫轉去股票高息嘅 ETF 度，呢個策略唔適合喺大牛市用。俾個例子大家，一隻 ETF 每年收7厘股息，但 ETF 個價格每年跌10%，你心入面好似有現金流增長緊，但其實資產縮緊水，呢個就係典型嘅賺息蝕價，呢個要特別小心，尤其係好息之徒啊！港股每年都有呢啲例子，公司為咗 keep 住一個高息形象，派息相對收入嚟講好進取，其實只係為咗短期吸引收息客，長期就壓縮咗公司再投資能力，最後咪就係你收到利息，但係股價就一路咁碌落去咯。講到尾，要揀美股定揀港股先？其實唔係咁難揀，我就喺呢度俾個比喻大家。美股就係入職人工冇咁高嘅公司，但升職機會大，人工會持續增長，10年後個職位同身家可能會翻倍。相反，港股就好似一份穩定高收入嘅工，但係冇乜升職機會。你每個月收入睇落幾好，但10年後身份同地位都冇乜大嘅轉變，甚至乎原地踏步。依家社會唔同咗，好多人都投身係卸鋼族，工作都可以有唔同嘅身份。咁揀 ETF 又點解必定要 all in 呢？至於要揀邊份大邊份，就要知道自己係邊類型性格，處於人生邊一個階段啦。我會簡單咁分類為3類型嘅人：保守型、平衡型、進取型。假設只係睇你股票 ETF 嗰 part，唔計現金、債券，亦唔考慮你現有嘅年齡，你哋可以睇我呢個設計圖，大概基金比例分佈會係咁。呢幅圖只係好粗略概括基金分佈圖，實際有更多唔同類型嘅基金組合可以俾你哋選擇。有需要更多嘅詳情，可以向相關嘅基金經理查詢。好啦，今集講咗有關美股同港股 ETF 嘅配置，希望幫到一眾打工仔揀到你哋合適嘅 ETF 組合啦。尤其係我嗰2位公務員親戚，你哋一份工可以打20幾、30年呀。最終選擇強積金嘅唔同，個回報差別可以係天與地。到65歲嘅時候，攞筆強積金同你人工一樣，但係相差10倍，都真係唔出奇啊！所以真係要認真去計劃好 MPF 個組合啦。今日同個親戚傾完電話，佢提醒我，如果想優化 ETF 配置組合，記得要去積金易個 APPS 搞啦。呢家公款銀行都唔再辦理強積金組合嘅轉換啦。如果你哋對今集嘅內容有乜意見，或者想知更多有關 ETF 嘅選擇，都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我哋下集再見，拜拜。